後來連滾講落大雨，屏東的農業損斷嚴重，尤其是雨來菇損失至少10多萬。到6月15日為止，屏東縣農業損失的金額已經超過1600萬，佔全國損失的一半。用山頂珍貴食材雨來菇研發真濟創意料理，有雨來菇烘雞、雨來菇青菜沙拉和雨來菇的派，真濟遊客會專工來到屏東食這項美食。不過這幾工啊，攏佇咧拼大雨，和雨來菇攏翹起。幾若粒雨來菇浸水膨起來，總爛糊糊。有業者講，最近落大雨，互得要收成的雨來菇，因為行走整期，就無法度賣，損失上少10幾萬。光是2周沒有辦法出貨，損失就差不多10幾萬了。2周都搶了，沒有搶起來的就只能給他時間慢慢漲。雨來菇並沒有納入採水的項目啊。那雨來菇，屏東稻仔米受到雨水影響，稻果凹落來生菇不佳。其他農作物蚵仔橋嘛攏浸水海去，互農民要靠無目屎。很多了，我這屆來我靠農。還得目屎呀！救助的作物品項，如果農作物有受損，請於公告受理期間盡速到各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。統計局長金額了1684萬2千，根據農業部統計，佔全國農損3276萬的50%，其中可以漚化上愈濟，損失面積差不多59公頃，金額差不多519萬。芋頭的採收季節了，那有些已經進入成熟期了，可能影響會比較大。而且形狀也不會這麼漂亮，會比較小了。九如鄉的農民推出有機菜色，維持價格平穩。不過對於靠天吃飯的農民來講，敢若希望環境好天。